季要到了，外界嘛真担心中国会介入咱台湾的选举。伫中国有一个组织叫做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联谊会，因来发出着通知，讲因联合中国10间的航空公司推出着优待方案，要互台商甲台湾干部会当买着便宜的机票回乡投票。不过，台湾的民间团体经济民主联合今仔日是开记者会，质疑这个台企联这个组织都是一个统战组织，这个动员机票的做法嘛违反着公平交易法。两块登记往回真密切，严格这个方认为，这款的内容恐惊正做中国介入大选的方式之一。中国的组织台企联伫10月24发出台胞返乡团购机票的通知，联合10间中国航空公司推出台商机票优惠。规章制度等等来看来，其实台企联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统战组织，而且它的主要的动作、主要的活动就是要协助中国去动员那些台商。没有要求要支持特定的候选人的话，那当然这是一个借选的一个作为。过去这样子的以商为政或以商必争的这个手法，确实有看到过。民间团体经民联也认为，包括中国查税胡素空在内，这恐惊也是以商必争的案例，并没有说要回来投给特定的谁候选人。我想这个只是一个鼓励的优惠。以个人的立场买回这款两大式的优惠，不是头一摆，感觉不是干那机票动员的争议。民间团体经民联也指出，现在间航空公司共同协调优惠方案，已经涉嫌违反公平交易法的第14条，偏离市场行情的机票计价，更加严重超出发布部查回算的标准。是不是打折的幅度都一样？班机的是不是有班机分配的问题？什么时段哪一家公司飞？类似像这种情况，都还要进一步去，我们先要去掌握一下。公平会更需要进一步调查。严格经民联也点名，台企联的公告内底有讲，华航和中营嘛将会推出相关拍折的方案。对这件代志结果进前，这两间航空公司拢也未回应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